今日唔但唱牙床听听哦，我爱同我嘅好姊妹阿丽用佢过生日啦，呢度我本佢讲嘅幾輪講，我係當提前30分鐘就來到亞太湖公園，做乜嘅安尼咯？因為我就同人哋鬧，對人嘅幾輪講啊，就冇生氣就跌倒就衝到就會變質。我說千萬就唔得俾呢件事情發生，我就提前來到太湖公園，想我來重視一下。韓國雖然嘅幾輪講係蠻現實嘅，唔過我花係非常多嘅心思都重視呀幾輪講哦，因為佢又講又滿分。好啦，微風唔踩嚟，繼續去走。故說一開始吼，我用呀海綿雞卵糕，呀海綿雞卵糕啊，你做得買，你本單就上愛嘅型呢，也係講唔做得做到不卡，自家切啦，切你中意嘅型呢，全部就做得。基本上阿 Q 冇去準備呀6寸嘅海綿雞卵糕，我拿嚟做呀中式雞卵糕，也係人就來攞佢東昂切一刀，因為人東昂愛夾東到可能像狗子啊，很少女啊，食東醬嘅啊，嗰種東西變到呀底度吼，按用開起來切開來就會開起來非常非常嘅正。三下來阿 Q 冇有準備呀刀位淡口中啊愛立呀嘅玻璃籠咯，因為吼電腦包呀愛切雞卵糕，人特別切雞卵糕嘅時候就會切，奇怪，用嘅雞卵糕廢咗誒，怎麼佢會按呢？係因為吼人家嘅刀位冇平，唔過電腦包其實有賣呀切雞卵糕嘅一種東西，一種工具，唔過這種工具吼愛買牛愛能愛花錢啊，阿 Q 冇按上，故說按用不划算。阿 Q 冇愛搞大家，伊來當簡單嘅方式，就像呀玻璃籠。好，按用冰落去、切落去、切落去，當你愛嘅構圖以後，你就做得，然後佢好開始冰蛋來，好，按用切出來嘅雞卵糕就係你愛嘅構圖，有冇？杜定做嘅，重點係你愛用愛嘅構圖，一張沒做得，2張沒做得，構圖做出來以後，你看，人嘅雞卵糕就當平誒，有冇？當簡單嘅方式就做得切出平整嘅雞卵糕。切好誒以後啊，東昂人就做得夾人青菜好物嘅東西，像一牙傳嘅時節啦，就會帶下東醬嘅果子，一條果子全部就做得冰落去哦。唔過到冰以前啊，人愛冰到位呀鮮奶油。這個電腦包買嘅鮮奶油，其實一般來講會有2種，一種按到通過性嘅鮮奶油，另外一種按到側過性嘅鮮奶油，所以要2種油奶就正常咯。其實啦，呀，側過性嘅鮮奶油啊，佢食起來吼，因為佢係側過做嘅，唔過吼，佢其實係呀棕櫚油去氫化過後，佢其實係有一些嘅化學嘅過程到底度。唔過呀，通過性嘅鮮奶油全部就係通過就係鮮奶，就係呀牛奶做嘅啦。冇錯，我坐下下來 enjoy 來用呀鮮奶油來重視，根本嘅阿 Q 冇因為愛做呀腦杯嘅重視，愛用呀側過性嘅鮮奶油，因為佢打起來呀，我講會看起來含較正啲，腦杯咪保存到含較好哦。接下來人做得先撈安尼鮮奶油粘上去，以後拿這個刮刀，然後佢慢慢拉，抹上去以後，人就做得來撈安尼果子。用上去，要記得咯，唔嘅食都要油哦。奇異果，個呀頭誒，奇異果一堆，頭誒一堆。好，咪做啲不用掉嘅吃泡嘅上去。好，按用食物就當醬料，韓國人愛再個夾。
奶油上去，古时就像个做嘛个三明治形样，再个老奶油粘上去，粘上去以后，再个用刀诶慢慢拉，哇！看到后蓝水都会流出来耶。好，慢慢拉以后就做得牢记填上去。好，撒下来吼，就係阿喬妹愛清強嘅素材，清強嘅素材係乜嘅喏？就係啊，沖奶水咁樣嘅，愛到蛋糕愛買呀鮮奶油，因為呀，其實也冇咁簡單，到那波呀，其實沒有懂多種做法，有一些的凹凸不平的啊，那種比較有藝術感，有創意，唔是真係愛買到貴嘅東西，也愛練習這樣做的。韓國好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剛才有同大家講到呀，通過性老吃過性鮮奶油嘅模樣樣，也係愛教大家愛用嘅來打鮮奶油，也打鮮奶油基本上愛有天通嘅攪卵器這樣做的。韓國也攪嘅時間啦，前後也溫度愛維持到下大溫1cc咧，比如講做的貼定冰塊，韓國腦杯裝有一個盤嘅來啲嘅打鮮奶油，因為也唔講係通風性，也係測溫性嘅鮮奶油，前後到啲大溫大下打，咁樣會較好發咯。接下來研究到鮮奶油浸上去，好，先粘呀，濕絲先粘上去，好，再個撈，剩呢再個撈佢半黏來，嘿咻，好，接下來順後我用水封塞哈，水封塞，撈佢粘到底下，睇開就好，因為等下行愛買，韓國本蛋就愛來做漸層色。將按用嘅水封塞，阿佢每日係用草莓粉做嘅。好，係講你愛用亞色素咩去做的，因為亞用量冇動態，1cc嚟聽聽。好，粘上去以後，再個來揾拍色咧。好，接下來就拿呀葱嘅麥度，我記得咯，蛋糕要留佢清腔來當做嚟開始賣。好，賣一下。好，蛋糕賣好以後，接下來係順風嘅，就做嚟留佢刮啦，用刮咧刮起來。好，喺講蛋糕奶油太多嘅話，就得先攞佢刮上來，再個按用慢咧。好，整形整好嘅以後啊，再個攞紙，然後要順風高度嘅奶油攞佢出體，按用腦杯嘅裝飾就完成了。唔過好，阿喬妹牙還有一個秘密武器，就係本大家看到一個雞卵糕就會哇，少女心大噴發。呀，秘密武器就係得啦，發，真係要發按用嘅裝飾雞卵糕呢，一定要再個看咯。吃到一雞卵糕真係凍醬，看起來當叮一下，唔過好我一下冇注意，我就攞佢插啊，全部插上去，唔過我係盲插皮啦，插一部分嘅，唔過好其實呀鮮花啊，按用嘅攞佢插到雞卵糕蛋糕，因為鮮花太開就會乾爽，就會看醬用嘅，古種嘅蛋糕可能會用農藥啊，會有一啲化學嘅東西啊，可能會有染料呀嘅東西，古種千萬都唔得出價，買到鮮花就攞佢插上去哦。一開始你要準備一個剪刀，然後呀發嘅光全部剪貼，剪到底下按用嘟好，剪貼好，剪貼以後啊，呀底度啊就冇東西好插嘅啊，用嗰時，就做得拿牙前面攞佢
出落去。出落去以后，佢就有一个支撑，做得来插花。好，出落去以后啊，然后咩按用直接插无，因为其实也杜烘还系会接触到人的鸡卵糕，故所人爱贴一个保鲜膜上去，杜好，一些种的就好，杜好，然后花做得小口的甜度也花，韩国牙签的冻落去，韩国也。保持毛就顺势，然后发个主味，然后佢按用包上来，按用就做得来插了。好，来插叶片。好，插上去以后，有啲人会讲，唔过我中意嘅花，佢係冇光用干啥？冇光就係比如講像滿天星呀種嘅花，佢種冇光就做唔得衝啊，前面落去啊。冇相關，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做得搞大家，就係準備啊鋁箔紙，呀鋁箔紙吼，咪強用利益設計咧。老花按用包起來，好滿天星包起來，還個帶下，粘到尖尖，按呢啊就直接插到雞卵糕底度就做得了。好，看看啊，那片插下漿一片，好，按用全部插好以後啊，看到我本人少女心大噴發嘅雞卵糕就做好了。啊，天使暗號，風涼涼嘅，哇！哎呦，這件當香酥呢？不過有人要按慢慢來呀，咦少。你要用按慢啊，呀，下都幾多點，未算到2了，呀，還冇來呀。冇嘅，我就到誒，我咩到呀？我全部就擺好些，等我就來呢，我就到那邊啦。哈？係啊，蘆筍我咩得蘆筍啊，臭平空啊。舞台？太府公園冇舞台呀？你要到咩啲太府公園？你到啲太和森林公園，係我見唔錯嘅。好，我做唔得啦，我哋去頂崖啦，幾輪個行到崖入邊咯。好，我聽你講起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又會按你啦，好喲，呀，東西先數數啊。